从头再唱一次，好不好？哈，好，来，给我们点前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20首。来，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的，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达穹苍。来，再一次哦，女生唱。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来，弟兄。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来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达穹苍。弟兄姐妹，我们会前诗呢，我们就先唱到这边，请安静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待会儿5分钟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弟兄姐妹，我们崇拜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愿你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圣灵都在我们的当中，你的信实也显在我们的里面。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无论在线上或是在我们现场，都有你的恩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崇拜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的上主，请续乐。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主果然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全知的父神，感谢你使我们归向你，在5月的伊始，求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偏不倚，行在你的大光中，有你的恩惠同在，无论大小事，都遵你的旨意而行，做你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宝贵之名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敬拜的诗歌《愿你崇高》，心灵粮食选第20首。我们重复2次。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
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起应全篇，诗篇30篇1到12节，第12节我们弟兄姐妹和思会一起合。诗篇30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永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来为下面的事情祷告。你可以参看我们的周报第3页。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同心为中东国家叙利亚祈祷，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教区大直卫理堂与王先志牧师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主赐予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祷告，愿他们都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我们为台湾的疫情、为全民的健康祈祷，也为在第一线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顺利。以上乃是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的，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请石瑶珍姐妹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经课在新约圣经，第一处在约翰福音第21章1至19节。约翰福音21章第1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3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但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第2处经文在启示录第5章11到14节。启示录第5章11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9章7到20节。《使徒行传》第9章7到20节，由我来诵读。《使徒行传》第9章7到20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现在由诗班献诗，有一位救主。
现在由本堂的蔡伟文牧师来证道，瞎眼今得看见。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做礼拜。今天是劳动节，那也先祝贺大家，我们在工厂或公司，或者是在各个机构事业单位劳动服务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因为我们的付出，还有我们的劳力，或是我们所做的这些这个服务的行为行动，让很多人可以得帮助。所以服务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服务是一件让人得祝福、得帮助的。也许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件工作，或是这只是一个你的一个劳动的一个事情，但是它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很美好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动作跟行为，有一些动作跟行为可以给人家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助力，让人家可以得一些的帮助，这些都是美好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公司、工厂，或是在各样的地方做这些劳力工作，或是我们是用服务的行为来帮助别人，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愿上帝都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付出，都能够使人得帮助、得祝福。愿上帝带领。那不晓得大家对做礼拜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也许有的人现在正在线上在观看，可能不方便来。那也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做礼拜。那无论我们是在现场的地方，或是我们在家里，或是在其他地方在看直播，让我们都在主里面一起在这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个时间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这个时间叫做一起的敬拜。那也许有的人你的每天的生活作息很正常，你每天都有自己的灵修的时间，你有自己的跟上帝相处的时间，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一个安静时刻，你有跟上帝的一个安静的时候。一个人的这个时间也很好，但是我们可以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的时间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很喜欢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子做但是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可以一起共餐，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在家里面，我跟师母，因为我们人少，所以2个人吃饭有时候量太多，也许煮得很好吃，不错，很好，但是有时候量太多，2个人一起吃，有时候嫌太多了点。但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在共享餐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东西，或许你在个人吃的时候觉得无味，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美好。可是当所有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所有的人一起在用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东西特别的好吃。
所以敬拜上帝其实也是这样，当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有个人的崇拜，也有公众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有个人跟上帝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间。虽然也许不一定都在同一个地点，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时间在这里敬拜上帝。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虽然在不同的地点，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啊，不是真的。那但是这样，请大家不要在意哈。那有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经营过早餐店。如果知道早餐店是很不容易的，那但是经营过没有多久，他就关店了。那他就很稀奇，他就问他的朋友，他说：“为什么这个？听说你好像有经营过早餐店，那现在为什么会这个关起来呢？是因为业绩不好吗？”这个朋友他说：“不是，他说是因为你地点选的不好吗？现在公司或工厂或者是一些那个商店都要选好的地点，才会觉得这个是有好的一个可以收获的。”这个人说：“不是，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的早餐店要这个结束营业呢？”结果这个卖早餐的人他说：“因为我起不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卖早餐其实很辛苦，对不对？如果你今天6点钟要卖早餐，你恐怕不是6点钟起床，你可能要几点起来？你可能要5点、4点，甚至更早之前，你就要起来做预备。所以我在跟一些年轻人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常讲一个事情，我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叫做正派经营。知道什么叫正派经营？知道吗？假派经营啊。假派经营是什么？你要早上很早就要起床，你要为家人做所有的一切，然后要睡觉的时候，你还要很晚，比你的孩子、比你的配偶可能要更晚睡。这些都是在经营你的家庭。所以，当你不愿意经营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只要享受而不愿意付出的时候，那当然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有办法一直都是在付出而不享受，也没有办法有一个人都一直在享受而不付出的。所以，当你要经营，不管是家庭、工作、事业，或是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要辛苦的经营，那都是需要付出的。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对付出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卑贱或是很辛苦的事情。每一个人付出，家庭就得祝福；每一个人付出，家庭就得帮助；每一个人付出，你的工作、职场、你的所在的地方都能够有这样的美好。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宣告这个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哈，它的前面的歌词是这样：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相信很多人会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奇异恩典》，或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唱一下好吗？奇异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遍，来。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都觉得这首歌好美，写得很好。但是各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知道吗？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这个人，他是1725年出生的，在1807年过世的。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是各位知道他在当牧师之前，他是做什么事情的？知道吗？他是流氓。他是什么流氓？他是抓黑奴的。
为什么？他是叫做赏金猎人，是流氓。为什么？他看到黑人就抓起来，然后看到他身强体健就抓来当奴隶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赏金猎人，他是专门猎黑人的。他的眼睛视力很好，你知道黑人在丛林里面乱跑的时候，你要看得到他，还要打到他的脚或是他的手，不要让他伤到全身，要死了就没有了。你还要把他抓得到，然后送回到英国去。这是一个眼睛很好的人，但是他小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出身的，到他长大之后，他靠这个来赚钱。可是当他有一天他发现我这样做是在得罪上帝，他悔改信主了之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当他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他为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流氓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耻，跟觉得心中非常的懊恼跟悔改。然后他写下了这首歌叫《奇异恩典》，意思就是我这样的罪人，我居然还能够得到上帝的这样大的恩典。各位，一个曾经抓黑奴的人，后来他致力于要去解放这些的黑人。各位知道，英国是在世界上是第一个解放了黑奴的国家，不是美国。美国是在186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解放了黑奴。1840年代比美国早20年的时候，英国就已经立了法案，要让这个黑奴可以获得自由。他的学生，约翰牛顿的学生叫做韦伯福斯，这个人是在英国的议会里面的一个议员，他在议会的当中提出了法案，经过40年的时间的努力，才把这个议案可以提出来，以至于可以通过。所以其实要能够解放黑奴，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的国家里面。所以英国能够比各个地方的国家更早把黑奴可以解放，可以释放他们能够成为自由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他的学生韦伯福斯，他们有一个在议会里面有一个派叫做克拉彭派，这个在英国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联盟。那这个联盟，他们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看这个校园团契有一本书叫做《兄弟相爱撼山河》这本书，这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些克拉彭派的这些人，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在英国的议会里面去不断的提这个法案，被退了之后继续提，被退继续提，至少提了将近40年的时间，以至于黑奴能够在英国这个地方可以得到自由，成为自由人的身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是在一个曾经抓黑奴的人，一个抓黑人的人，他能够愿意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跟信念传递给他的学生，以至于让他的学生继续的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我们唱到这个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个约翰牛顿他不是一个瞎眼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会说他瞎眼睛的看见？其实他过去在黑暗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瞎眼的状态一样。所以他说我现在瞎眼了，我今得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经文里面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各位如果看今天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第9章的地方，在前半段的地方，各位如果看这段的经文是，这个扫罗他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很有名的使徒，叫做保罗。在他成为保罗之前，我们说他是不是因为他改名字？他其实他本来的这个本名叫做扫罗，只是他的外国名字叫做保罗，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中文名字，也会有英文名字一样。所以保罗是这个扫罗他的希腊文的名字，他叫做保罗。然后他拿着这个大祭司的令箭要去抓基督徒。对当时的扫罗来说，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对的，是好的，因为他是为他的祖宗、为他的祖先的这个信仰在打拼努力，他要为他的上帝出一口气。这一些的基督徒是不正确的、不应该的，他们是不应该有这个信仰，他们应该要 under 在律法下，应该是在律法下的这样的要求，不是像他们所讲的要信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信耶稣很容易，在早期信耶稣是违法的，是犯法的，对他们来说，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摩西的律法。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说
信耶稣的人不接受摩西的律法，而是耶稣说他要完全的律法。圣经里面说什么能够完全律法？爱才能够完全的律法。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用爱来完全律法，而不是去遵守那个行为外表上的这些的一些的标章，或者是这些的规定，不是只有外在的，而是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出发，去爱人爱上帝。所以在那个当下，扫罗他去抓捕基督徒，他拿着令箭抓基督徒的时候，圣经上提到说他在路上遇见了大光，那个光照到他，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动弹，他摔倒在地上。事实上，很多的人看到有光，但是他们以为那是在沙漠当中，太阳很大，没有人以为说那是上帝正在跟扫罗在见面。所有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看到光，但是他们听到有声音，但是没有看见任何的人，只有扫罗他自己看到了，他看到了在光的当中，耶稣在那里问了他。扫罗在那个经验里面，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一位，他知道他是上帝，可是他不晓得他是谁，所以扫罗在光当中，他就跟这个光回应说：“主啊，你是谁？”他不认识，但是他知道他是主，他是上帝，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在这个当中，扫罗他遇见了一个事情，有光来照了他。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同行的人跟他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所有的人看不见，只有扫罗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但是其他的人只有听到一点声音，但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扫罗是最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提到说，在信仰里面，你需要被上帝的光照。我们也常常说，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被上帝的光照。请问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遇见上帝吗？当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有遇见上帝吗？当你来到上帝的殿中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光照到了？当你被光照到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这样的光景，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状况，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扫罗以前认为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是法利赛人，我是严格遵守律法的，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在逼迫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会是这样，信主信很久，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或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好的，以至于我们没有被光照。然后我们常常以为我所做的行礼如仪的事情都是对的。你看这些人叫做不乖的，我是很乖的；你看这些人叫做不好的，我是很好的。保罗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其实不要以为他的行为不好。他说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自称，他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其实他在讲什么？他说我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因为他的行为没有不好，他是遵守律法的，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老师，以学历以血统来说，他什么都是很好的，但是他做的事情，他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没有被上帝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如果你被上帝光照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会有反省。一个能够反省的人，你的灵性才是活的。如果不会反省的人，你的灵性永远是死的。如果今天你信主很久，但是你觉得我一切都很好，没事，我很好，一切都很好，有时候那是在骗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行走偏了路，但是我们却不知道。John Stott 的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是什么样的奴隶？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奴隶，你就是罪的奴隶。如果你不是在罪里面，你就是在上帝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是在上帝里面，你就不应该进到罪的里面，成为罪的奴隶。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成为罪的奴隶，而不是成为上帝的奴隶。我们跟着罪一直走一直走，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被圣灵来管理。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常常提醒一个事情，他说要这个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了你的肉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顺了肉体去做了罪的奴仆，而不是顺从圣灵去做神的奴仆。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直往罪恶的方向走，可是我们却没有觉察。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跟别人不一样？
当别人都不愿意这样接受的时候，请你要接受一个事情是，如果有人愿意提出，或是告诉你，或是提醒你，你有一些地方有问题或做错了，那是应该高兴的事情。圣灵透过这些你身边的人来提醒你，来告诉你，来帮助你，让你知道原来我有一些地方要调整要改变。如果你 always 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你都觉得自己是所做的都很好的，你所有的事情都很棒的，各位你知道有一种人叫做刚愎自用，知道吗？就是我都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所以我听不进别人对我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心里柔软的人，能够听进别人的劝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个扫罗，他原本是一个身强体健的人，他要去抓别人的，结果他现在什么都抓不到，因为眼睛看不见了。好，那他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本来是要大剌剌的进到大马色去抓人的，结果他现在只能靠别人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第8节一起念来：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好，大马士革在圣经里面，我们读的圣经可能叫大马色，那是翻译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各位，你知道上帝很奇妙的，今天早上我们祷告的那个地方叙利亚，就是现在的这个大马士革所在的首都，就是他们的首都。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首都，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其实当时的基督徒范围很广，他们甚至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他们还在其他的城市。扫罗原本是要去抓捕他们的，结果后来扫罗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行，什么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是需要人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扫罗他原本认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他现在发现他连什么都不能做，他需要人的帮助，他要有人领他进这个大马士革。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开始学会谦卑跟顺服的时候，你才会了解我需要有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骄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个别人的帮助是多余的。当你开始愿意谦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扫罗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才能够进到大马士革里面去。司布真这样说，他说：“不肯让主真光照射的，其灵魂必有病痛。”所以当你愿意被上帝的光来照的时候，当你愿意被上帝的光来影响的时候，当你愿意被上帝的光来这样的照亮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不愿意让真光照射的灵魂必然有病痛，一些不愿意让人家看到，或是不想让人家看到，或者是那个是一个脏东西，不能更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里面，或许有很多东西都是像这样，是不能见人的，是打不开的，是不能被光照的。只要光一照，可能就会痛的。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孩子。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东西是我一直以来没有过去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好像单亲的孩子啊，他们好像都是这个心态不健康或者是什么样，其实并不是。我也很努力。我刚刚讲了，扫罗在他的信仰当中，他觉得他是一个模范生中的模范生。小时候的我在学校里面，我的老师都会怕我做坏，因为这个叫做高风险家庭。单亲家庭在早期都是很少的，在我那个年代都是很少的，所以他们都会担心说啊，这个叫做高风险的家庭啊，所以要特别的关照。可是其实我是刚刚讲了，我是模范生，我不会做任何的在学校让老师觉得难过或是让老师受苦的事情，不会，我很乖的。可是其实在我心中隐藏着一个很深的痛，那个很深的痛是什么？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母亲是带着我跟我弟弟两个小朋友一起长大的。应该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说啊，爸爸妈妈很辛苦，这个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啊，我们应该要孝敬自己的父母亲。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我也知道。可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多人不晓得的痛，只有我自己最清楚，那个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其实我里面有恨，那个恨是什么？不是爱，是恨。我恨我的母亲。为什么恨我的母亲？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恨，就是我很想对我的母亲说，为什么你不努力一点？
为什么你不坚持一下？为什么你要签下那个书，然后让我觉得变成好像是一个单亲的孩子？其实我心里面是有恨的。可是这个东西可以打开吗？不能打开，因为这个东西打开了很难看的。那个东西打开来，人家会说啊，你看你这个不孝的孩子，你这个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劝告，你是一个这个坏孩子。我是一个好孩子，我不能够让人家看到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这一切都要曝光出来，这一切都要能够被看到，这一切都要被上帝来光照。当我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揭开我里面那个不能被看到的那个盒子的时候，那个里面充满很多的污秽的。我居然会恨爱我的人，我居然会伤害那个对我好的人，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以为我很好，可是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被光照的时候，你 always 没有看到，那个是盖起来没有看到的。但是当你愿意把它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是上帝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那个被光照是很痛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光照的时候，你有很多脏东西会是在那个石头下面，你看不到的。所以亚拿尼亚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要去做一个事情，是上帝要差派他去做一件事，是你要去为那个很糟糕的那个人要为他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拿尼亚，他不过就是一个平信徒，他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圣经里面只有出现在他这个时候。另外一位亚拿尼亚是贪财的，跟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但是上帝透过他来祝福一个大的使徒。我们来看一下11节跟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12节，一起念来。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亚拿尼亚在祷告的当中，上帝给他异象，叫他去为那个扫罗祷告。然而扫罗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也给他一个看见，他说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会来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有圣灵的这样的在你里面提醒的时候，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上帝也会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上帝也会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你正要被差派来为他做些什么。扫罗在祷告的当中，他看到这样的异象，他说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会来为我祷告。然而在亚拿尼亚的祷告当中，他看到上帝呼召他说，你要去为那个扫罗祷告。对这个亚拿尼亚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挣扎。如果为一般人祷告还可以，如果为一般有需要的人祷告，我愿意。但是你要为一个罪人祷告，要为一个迫害人的祷告，这太难了。对一个亚拿尼亚这个一般的信徒、平信徒来说，这太难的事情。亚拿尼亚很困扰，因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会呼召你去做那些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会告诉你说你要去传福音给某一个人，或是你要去爱某一个人，你要帮助某一个人，而这个人可能是你最恨的人，或是你最不喜欢、最讨厌的人。上帝有时候会给你这样的感动，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或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不可能，不可能！上帝不会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上帝绝对不会让我去玩这个事情，上帝绝对不会让我去碰触这样的人。上帝做的事情是奇妙的。当亚拿尼亚接受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要去祝福那个大恶人，这个去抓基督徒的这个扫罗。而扫罗在异象中，他也看到了亚拿尼亚会来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虽然你觉得你很孤单，虽然你觉得你很寂寞，虽然你觉得好像没有人理解你，但是上帝一定差派有人为你祷告。扫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人在帮助他，没有人可以帮他的时候，上帝差派了亚拿尼亚来为扫罗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灰心跟失望。或许你觉得你祷告了很久，好像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会是什么。
上帝必然差遣有人来关心你，为你祷告。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上帝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他也给我们感动，也会给别人感动。所以当上帝给你感动，要你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消灭他的感动，你要为那个你可能觉得只是看过在周报上，只是看过这一眼，只是这个人我也不认识，但是上帝有时候就透过你为他祷告，他就并得到恢复跟医治，或是他就生命就得到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圣灵的感动，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也会感动另外一个人，让他可以来知道上帝的工作，上帝要做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是做在这些人彼此身上的事情。圣灵会供应我们跟随耶稣、跟顺从耶稣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好像上帝无厘头的给你这些的任务，让你为别人祷告。当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兴起的时候，圣灵会给你跟随跟顺服耶稣所需要的一切，他会帮助你，让你能够为这个人来做这些事情。亚拿尼亚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但是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可以选择愿意，也可以选择不愿意。如果你选择愿意，你可能要面对，搞不好他好了，这个人好了还要来抓我。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愿意，也许这个人我可以平安无事，但是这个人或许上帝会有其他的方法来带领他，或是医治他。无论我们做什么选择，上帝总有方法，上帝不会没有方法的。上帝会帮助我们跟随跟顺服他的人所需要的一切，他会供应我们。这是一段很美的话，他说上帝有2个住所，一个在天堂，另外一个是在温顺和这样的一个感谢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顺服上帝，并且谦卑的顺服主的时候，上帝要透过你做奇妙的事情。上帝有2个住处，一个在天堂，一个在一个顺从跟感谢的心的里面。当你愿意顺从跟感谢的时候，上帝也住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去做这些的事情，去做你以前可能觉得做不到或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亚拿尼亚来说，去祝福一个仇人，去祝福一个坏人，去祝福一个我不想接触的人，做不到的。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他愿意带着感激的心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做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上面这段话 meek 意思就是谦卑的意思，就是你愿意谦卑的，并且是能够有感谢的心的话，上帝就住在你的里面。一个愿意顺服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他知道上帝要告诉他要去做，他愿意接受并且顺服的。我们来看一下18节，扫罗他被这个亚拿尼亚祷告之后，他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亚拿尼亚是一般的平信徒，但是他祷告的时候，扫罗就病得医治了。他眼睛有问题，鳞片掉下来，病得医治，然后他又受洗。被谁受洗？是被亚拿尼亚来施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你能够祝福一个大使徒，能够祝福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现在所做的。我常常提醒我们当中的主日学老师，或是我们当中的小组长，或是服侍的同工，也许你觉得你不算得什么，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今天祝福的这个人，你今天帮助的这个人，你今天教导的这个人，有一天他要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时候，难道你要放任不管吗？你不觉得这个使命相当的重要？你能够祝福这个人，他将来就会为上帝大大所使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也许我不是宣教士，但是如果我祝福的孩子，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那是一个多美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亲身参与，但是我们所带的人，他可以参与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扫罗是一个大的使徒，后来成为保罗，传福音到各个地方去，但是帮他施洗的是一个平信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为别人祝福。也许我们只是小人物，但是我们也许祝福的人，他将来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马丁路德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师进到教室里面，然后跟所有的同学鞠了一个躬，然后跟这些孩子们讲说：
小朋友们，老师要祝贺你们，你们当中有一位将来是要改变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觉得是自己，可能他也觉得是自己，每个人也许都觉得是自己，不知道。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叫做马丁路德。对他来说，或许这个鞠躬，老师的这个鞠躬，对他来说不知道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他或许那个时候就种下了种子，他将要改变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也许真的我们很小，我们的能力很少，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使用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所祝福的人，也许他真的能够改变世界。上帝带领我们，也许我们做的侍奉很微小，但是上帝要用微小的服事去做极大的事情。所以永远对人有盼望，并且给人一条接触主的。亚拿尼亚他能够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给了扫罗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被上帝来大大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给别人机会的时候，你让别人有接触主的机会，你能够祝福人，这个人将来就能够为上帝所使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在灵里的祷告是有积极的行动力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祷告没有用，祷告之后你要期待有事情要发生在这当中。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期待有事情要发生在这当中。祷告是积极的行动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祷告没有用，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让上帝工作，而不是我自己工作。2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改变的扫罗，后来从抓基督徒变成什么样的人。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本这个人是要抓基督徒的，原本这个人是迫害耶稣的，原本这个人是要抓这些信上帝儿子的人，但是他现在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你祝福的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坏人，但是我不晓得他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上帝透过这个人看作是坏人的人，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不可能，他不会改变。有一天上帝所做的事情会超过我们的想象跟期待。我在马祖的时候帮一个阿兵哥施洗，他是一个年轻人在马祖服役。当他退伍回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第一个回去传福音的对象就是他的哥哥。他跟他哥哥传了福音之后，他就跟他的哥哥一起在为他的爸爸来传福音。后来哥哥跟爸爸都陆续的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最后的目标就是为他的妈妈传福音。妈妈是最后信主的。但是当家人里面这个人开始影响哥哥，哥哥又影响跟他一起影响了爸爸，以至于3个人又影响了最后一个家庭的成员，就是妈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不可能，一个年轻人回去影响了他的兄弟，又影响父亲，又影响他的母亲，全家都信主了。这个家庭我永远记得他们也曾经在我在这个桃园的时候，他也曾经来看我。这个孩子年轻人他曾经来看我，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他可以信主，并且把福音带到他的家庭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或许你觉得现在很难，但是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都是可能的。所以属灵生命最佳的衡量不是狂喜的表现，不是只有喜乐哇平安很好，而是顺服的表现。当你有属灵生命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时候，顺服才是你会显出来的表现。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的给别人外在看到的不一定一直都是喜乐，都是狂喜的状况，或者是好像那个圣灵充满的一种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圣灵充满之后，这个人必然有顺服的行动，他必然会为上帝所使用。所以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生命最好的标准不是狂喜，而是顺服的表现。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愿意顺服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吗？或许它是一个职位你不喜欢的，或许它是一个工作你不喜欢的，或许它是一个接触的人你不喜欢的，或许它是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但是你会为了顺服上帝的缘故去到那个你不喜欢去的地方吗？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些挑战，我们都喜欢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
要为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祷告；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要你去做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要你去进入某一个职位，那个职位是你不想要去做的，你愿不愿意顺服上帝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有几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上帝的慈爱显在人的软弱上。也许上帝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去当传道人，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传道的人。求上帝带领，让我们能够成为传道的人。虽然你不一定是传道人，但是你可以成为传道的人，让人因你得祝福得帮助。你也可以造就别的传道人。也许你可能培养很多的学生，也许你可能培养很多的年轻人，也许你可能培养很多的组员。这些组员当中，或许有人将来可以成为传道人，也许你不是。但是当你可以愿意服侍他们的时候，你就参与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愿上帝带领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好像我们不能做什么。上帝只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能够来跟从他，让我们能够来顺从他的带领。也许他的带领的路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但是当我们顺服跟愿意带领、愿意接受上帝带领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别跟宽广的路，是一个特别让人看到是不一样的路。所以上帝常常用不完美的人去做完美的事情。也许上帝透过你正在祝福某一个人，上帝透过你正在祝福某一个年轻人，上帝透过你正在祝福某一个孩子，上帝正在透过你祝福某一个人家看不起的人，或是人家没有看到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将来都是要为上帝所使用的。上帝总是用不完美的人去做完美的事。第二个，上帝的恩典在悔改的心里面。当扫罗愿意悔改，愿意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能够为上帝所使用。一个平信徒亚拿尼亚愿意顺服，他就祝福跟造就了这个扫罗。扫罗愿意悔改的时候，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他来祝福全世界，让世界因为他得到改变，得到祝福。所以上帝的恩典在悔改的心中，不是一个只是悔改的话，而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所以谦卑的信靠和仰望上帝，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不是只有相信自己而已。以前扫罗是自信满满的，但是当他把信心挂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不再是相信自己，而是倚靠基督，信靠基督。马丁路德讲一个很美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要看一个人是不是悔改，有3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心的悔改，第二个叫精神的悔改，第3个叫做钱包的悔改。我想第3个应该是大家很有感的哈。一个悔改的人，你会在心里面会悔改，你会在精神上悔改，你也会在金钱上会悔改。以前你把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你会把金钱用在适合的地方。以前你的精神耗在一个不应该耗的地方，但是你现在悔改之后，你愿意把你的精神放在一个适合跟应当要学习的地方。当你的心回转的时候，刚刚提到了，你如果不是罪的奴仆，你就是神的奴仆。你的心如果是在神的这边的时候，那就是从罪里面回转出来。所以人得就要有3个回转，一个心的回转，第2个精神的回转，第3个是钱包的回转。上帝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钱包、把我们的心都放在对的路径上。第3个，上帝的奖赏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过程的里面，亚拿尼亚改变了，扫罗也改变了。所以服事的过程当中，最好的赏赐就是在过程当中被上帝的生命来改变。你想要去治理人，想要去成为好的领袖，想要去成为帮助人的人，那么你自己要先被上帝来改变，你要先被上帝来管理，你要先被上帝来治理，而不是只是想要去改变别人、管理别人。管理别人的人，或是想要改变别人的人，你自己要先被上帝来管理跟改变。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说，想治人的，他要先来受制于神，他要先被上帝来管理。斯普罗这样说，相信圣经不用放下才智，但是你要放下你的骄傲。不是说你读圣经好像你要当一个笨笨的人，都全部要一直都是接受的，不是。你可以用理性来查考圣经，来学习上帝的话。要放下的唯一只有一个，就是要放下骄傲的心。8福里面
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叫做心里贫穷的人。一个能够知道心里贫穷的人，他才能够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进到他的心里面。最后要跟大家做的分享就是，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其实是蒙恩的人。其实不表示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基督徒是我们是蒙恩的记号，我们身上有蒙恩的记号，也是展现恩典的生命。所以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比别人强，不是比别人有优秀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提醒一个事情是，你要找好人，请到监狱里面去找；但是你要找坏人，要在教会里面找，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坏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坏人，接受自己是坏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从过去罪的地方进到上帝恩典的里面之后，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上帝所差派使用的人，去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这卑微的人，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许我们微小，也许我们的职位很小，或许我们的工作没有算得什么，但是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这个微小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个微小的职位，透过我们这个微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施恩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愿你施恩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领受上帝大大的丰盛跟恩典。也特别保守我们的台湾，现在正在疫情猖狂的时候，保护我们都十分的平安。让来到我们这里的，或是在家里看直播的，或是在其他地方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大得平安。愿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金句，请。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使徒行传9章20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使徒行传9章20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与主合一》。我们今天没有领圣餐，但是呢，我们一起在灵里面守圣餐。我们来唱《与主合一》，我们唱全首。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与主同病死，不再受罪辖制，像罪我乃已死，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我们现在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思宪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请低头祷告。
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于主，诚心所献，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位新朋友徐玉珍，不知道你在哪里？来，让我们欢迎你。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欢迎你加入我们。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行拱手礼就好了。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好，大家平安，请坐。现在由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复活期第3主日，我们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教会依照卫福部的2级防疫标准，主堂已经解除聚会人数限制，但是仍请会众依循教会防疫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今天是5月1号，是5月份的第1个主日。因为疫情的影响，教会呢已经暂停举行了圣餐礼拜1次。
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在灵里领取圣餐。主后呢，注意一下，就是主后12点半，在教会5楼的餐厅将扩大召开同工会，请执事同工、各小组长及小组的同工、成组的校长、儿组校长以及诗班班长准时参加。如果各单位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欢迎能够提供出来，让大家在会议当中讨论。下个星期天5月8号是母亲节，教会呢会预备简易的庆祝活动以及小礼物，请弟兄姐妹视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与心理状况，还有我们的环境状况来决定是否要来参加聚会，并不勉强。教会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制服艺人也是啊，还有星期3晚上的威斯理传奇，还有我们卫理神学研究院的延伸课程神学导论，都已经召开了，请我们大家都能够为以上这几项来祷告。教会在2022年所办的哀读经计划，请我们大家参照研经释义进度来阅读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那也为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来祷告。我们特别要为今年升大学以及高中的考生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升大学的有郑优、瑞恒、博仁，升高中的有寻森。我们大家呢在平时我们的祷告中能够纪念他们，让他们都能够申请考上好的学校。另外就是很重要的本堂新聘干事，这件事情请代祷，求上帝预备我们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任干事一职。有意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备妥你的履历交给办公室，会在约时间与你面谈。那另外就是本堂2022年的聚会人数，希望能够增长到210人，请大家为此祷告，求神能够加添我们得救的人数。肢体消息呢，请大家参阅，就不特别来报告。还有我们的聚会人数以及奉献表呢，在我们周报的第4页最后一页，请大家自己参阅。有误的话呢，就请不吝提出。那请问牧师有要？好，那今天呢，就我报告在这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的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土地都大得平安。因我们的祝福，许多的人能够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你的圣灵也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无论往哪里去，祝福都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我补充报告一点，就是下个星期母亲节呢，成人主日学，暂停上课一次，还有诗班也暂停练习一次。请在订阅中为刚才的报告事项里面需要代祷的部分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会后你可以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